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29，咱做伙来读以西结书第12章到第1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2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你住伫悖逆的人中间，因有目睭，毋过无要看；有耳孔，毋过无要听，因为因拢是悖逆的人。所以，人子，你着准备受放逐的时所需要的包袱仔，当头白日，伫因的目睭前离开你住的所在去别位。因虽然悖逆，可能会因为你的行动觉醒，你着伫日时，伫因的目睭前，替你款好伫受放逐的时要用的包袱仔出去。到黄昏，你着伫因的面前，亲像受放逐的人离开。你阁着伫因还在看的时，甲你厝的壁挖空，对迄空挂包袱仔出去。到天暗的时，你着伫因面前甲包袱仔派伫肩头行出去。你阁着甲你的面盖起来，看袂到即块地。我要互你成做我刑罚以色列人的条头。我就照上主的命令做。迄日，我伫日时将款好伫受放逐的时要用的包袱仔摕出来。到黄昏，我用手甲壁挖空。天暗的时，伫众人的面前派包袱仔离开。过早起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遐个悖逆的以色列人若问你，你咧创啥？你着甲因讲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，这是有关伫耶路撒冷的王甲所有以色列人的信息。你着甲因讲，我就是恁的条头，我所做的要发生伫恁身上，恁要受掠、受放逐。恁的王要伫天暗的时派包袱仔对为着伊挖的壁孔出去。伊的面要坎地，看袂到即块地。我要拍网甲伊掠起来，掠去巴比伦，伊看袂到迄个所在，落尾会死伫遐。我要甲伊的军队甲四周围所有帮助伊的人赶散去东西南北逐所在，嘛要飞刀追杀因。我要甲因赶散去列国，甲因放逐去逐所在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毋过，我要甲因留一寡人，无死伫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。安尼，遐个留落来的人，要伫受放逐的逐国讲起家己早前所做的歹代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你食饭的时着皮皮喘，啉水的时着惊吓不安。你着对即所在的人民讲，这是至高的上主有关留伫以色列本国的耶路撒冷人民讲的话。因食饭的时会皮皮喘，啉水的时会惊吓不安，因为遐个主人无法无天。因的土地会趴远，无剩半项。有人住的城镇会荒废，土地会趴远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以色列人是安怎有俗语讲，日子一日一日地过，无一个异象实现。你着甲因讲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互即句俗语无阁流行。以色列人袂阁讲即句俗语，你着甲因讲，时日必近啦，所有的异象拢要实现啦。以色列人中间无要阁有假的异象，也是人介意听的语言。我上主亲嘴对因讲的话，一定会实现，袂延长。悖逆的人啊，我甲恁讲的话，要伫恁活地的时实现。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阁对我讲：人子，
以色列人要讲，伊看见的异象是伫讲真久以后的代志，所讲的语言拢是基遥远的将来来，所以你着甲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的话无一句话言前，我讲的话一定会实现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第13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你着责备以色列遐会照家己的意思讲语言的先知，甲因讲，着听上主的话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愚妄的先知惨啊！因无看见什么异象，干若照家己的意思编造语言。以色列人啊，恁的先知甲住伫荒废的所在的狐狸相款，城墙会破起，因无去补，无修建。直到伫上主的日，拄着战争的时，以色列无法度徛在。因的异象是假的，因的语言是白贼。因讲这是上主讲的，其实我上主无差派因。因竟然伫期待遐个话实现。我甲因讲，恁看见的异象减毋是假的，恁讲的语言减毋是白贼。恁竟然讲这是上主讲的，其实我无甲恁讲什么。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因为恁的语言是虚假，恁的异象是幻象，我要甲恁作对，我要伸手攻击遐个编造虚假的异象，甲讲白贼的语言的先知。因袂用得参加我子民的聚会，袂用得登记伫以色列家的名册，嘛袂用得登去以色列地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至悬的上主。因甲我的子民带迷路，伫无平安的时讲平安，亲像去墙壁的时，因甲墙抹白花。你着甲遐个抹白花的人讲，话有狂风暴雨甲大冰雹，甲墙拍倒。墙倒坏了后，人要问，你安尼抹有啥路用？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发大生气，用狂风暴雨甲大冰雹拍倒这个墙。我要拆毁恁抹白花的墙，拆甲平平平，露出地基，墙要倒坏，恁要死伫城内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对墙甲墙抹白花的人发大生气。我要甲因讲，墙甲抹白花的人拢乌有去啊！遐个伫无平安的时，甲耶路撒冷保证平安的先知拢无去啦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讲：人子，你着当面责备遐个照家己的意思讲语言的查某人，甲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恁这查某人惨啦！恁甲人的手骨绑负啊大，互因带结社的头巾，想要控制人的性命。兼讲，恁想要控制我子民的生死，来求家己的利益。恁为着几百大马、几块饼，伫我的子民面前亵渎我。无应该死的，恁甲因杀死；该死的，恁留因的性命。恁用遐个无爱听真实话的子民讲白贼。所以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恁着知，我痛恨恁来操纵人性命的负仔大，我要剥恁手骨顶面的负仔大，解救互恁控制的人，偷放遐个亲像鸟仔互恁掠去的人，我要拆离恁必蛇的头巾，解救我的子民，互因无搁受恁控制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毋捌互异人伤心，毋过恁讲白贼，互因的心艰苦。恁鼓励潲的人，无互因悔改离开歹路，来保全因的性命。所以，恁袂搁看虚假的异象，
袂阁讲白菜的语言，我要解救我的子民脱离恁的手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第14章，有几个以色列人会张罗来找我，坐伫我的面前。迄时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这个人的心转往偶像，跋倒犯罪，我减通回应因的祈求。你着甲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若心转往偶像，跋倒犯罪，搁来找求上帝，我上主要照因拜偶像的罪甲因报应。我安尼做，是要互因的心转往我，因为偶像互以色列人离开我，甲我疏远。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着回头去杀恁的偶像，心离开所有通厌恶的事。无论是以色列人，也是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若离开我，心转往偶像，面往维护我因跋倒的罪，才来上帝遮求问我，我上主要亲身报应伊，我要变面甲伊作对，互伊诚做人的感慨甲笑谈。我要对我的子民中甲伊结出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老上帝受迷惑，讲语言，准讲是我上主互伊受迷惑，我嘛要伸手刑罚伊，甲伊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中间消灭。因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，求问的人的刑罚甲上帝的刑罚相款，安尼以色列人才袂阁迷失离开我，袂阁犯罪，互家己受污染。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若有一个国家犯罪背着我，我要伸手切断因粮食的来源，互饥荒临到，人甲精神拢饿死。准讲那阿、但以理、约伯三个人拢住伫遐，因的正直简单会当救家己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若互野兽行到这个所在，四界吞打，假死子民，互地芳远，互人毋敢对遐经过。我至悬的上主记我永远的活命入世。准讲迄三个人住伫遐，因嘛袂当救因的兄弟，因简单会当救家己，土地悠远芳远。也是我若互迄所在拄着战乱，人甲精神拢互刀剑害死。我至悬的上主记我永远的活命入世，就是迄三个人住伫遐，因嘛袂当救因的兄弟，因简单会当救家己。也是我发极大的受气，互瘟疫伫迄所在流行，将人甲精神拢灭绝。虽然有那阿、但以理、约伯住伫遐，我至悬的上主记我永远的活命入世，因嘛袂当救因的兄弟，因的正直简单会当救因家己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若用战乱、饥荒、野兽甲瘟疫这四种可怕的灾难刑罚耶路撒冷，将人甲精神拢除灭，安尼敢毋是搁较严重？老人活落来，将因的后生查某囝带来恁遮，恁看见因的所行所做，就会明白我安尼刑罚耶路撒冷是应该的，嘛会了解我所做的毋是无理由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第15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葡萄树敢有比其他的树较好？葡萄树枝
减会比手拿机内其他的手机较有路用。抱着手机，减会当摕来做什么？伊减会当做挂物件的插灯啊，伊简单会当燃火，伊有两头拢导火，中箍嘛烧起来。减还有啥物路用？伊好好的时拢无啥物路用，打互火烧，烧甲臭焦。减还会当摕来做啥物？所以志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安怎互树林内的葡萄树做火柴烧，嘛要安尼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。我要变面甲因作对。因虽然对火中走出来，火犹原要甲因消灭。我对因变面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，因为因对我不忠，所以我要互因的土地拍远。志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第16章，上主阁对我讲：人子，你得互耶路撒冷知伊所做通厌恶的事，得甲耶路撒冷讲：志悬的上主安尼讲，你的本居地，你出世的所在是迦南人的地，你的老爸是阿摩利人，老母是赫人。你出世的时，无人甲你当祭，用水甲你洗清气，嘛无人用盐甲你拭身躯，用布甲你包底，无人可怜你来甲你做这的代志。你出世的时，互人迄伫产业，因为你互人讨厌。我行路对你遐经过，看到你伫火中熬熬动。我对你讲，虽然你规身躯拢是火，毋过你着活落去，着活落去。我栽培你，亲像在照顾园里的农作物。你渐渐大汉，发育成做少女，就年龄结实，头毛长，毋过依然赤身裸体。我对你遐经过，看你已经成熟，为谈情说爱。我用外衫压砍你无穿衫的身躯，甲你入世结盟约。我志悬的上主甲你结约，你就归属我。我用水甲你身躯的血洗清气，佮用油甲你抹。我互你穿绣花的水衫，高级的皮鞋，幼麻布的头巾，佮甲你穿丝绸的外套。我甲你西装打扮，甲你挂手环、花链、片环、耳钩，用花冠甲你戴。安尼，你有金银的装塔，穿幼麻丝绸，甲绣花的水衫。你用上好的面粉、蜂蜜甲橄榄油做食物。你生做真水，水甲会当做女王，因为我志悬的上主甲你装塔，互你极水，你的美貌就传遍列国。毋过，你靠势家己的美貌甲名声去做娼妓，放纵情欲，甲逐个过路的人行人。你用你的衫装塔、山头弹，伫遐行人。唉，即款代志无应该有，将来嘛无应该发生。你摕我互你贵重的金银珠宝，铸造查某人的像，亲像妓女甲因行人。你用我互你绣花的水衫甲因抹地，佮甲我互你的油甲香料献互因。你佮将我互你的粮食，就是上好的面粉、橄榄油、蜂蜜，摕去做芳芳的祭物献互因。代志就是安尼，志悬的上主安尼讲。你甚至将你甲我生的后生查某囝，
当作祭物献互偶像，你家己的人缘还无够是无？你阁杀我的儿女当作祭物用火烧献互因，你做儿女甲做通厌恶的事，甲你细汉的时赤身裸体，伫火中熬活动的情况，拢放袂记哩。祭官的上主继续讲：你惨啊！你有灾祸啊！你做这个歹代以外，搁伫城内起造回楼，伫宽阔的所在去拜偶像的悬台。你伫街头巷尾起造悬台，互你的美貌变做通厌恶的。你搁放纵情欲，甲所有过路的人行淫。你甲好色的厝边埃及行淫。你放纵情欲来惹我生气，所以我要伸手刑罚你，收回我予你的福分。我要将你交予怨恨你的非利士人，实在因对待你，连因嘛因为你的淫乱感觉见笑。毋过你还无满足，搁甲亚述行淫，安尼嘛还无满足你淫乱的欲望。你搁加到做生理的巴比伦行淫，就是安尼，你犹原无满足。至悬的上主搁讲，你实在互我非常生气。你做这个代志，亲像毋知见笑的基督做。你伫路头做回炉，伫广场起悬台，伫遐行淫，你比基督较毋值，因为你无要摕人的钱，你是淫妇，宁可甲外人私通，无爱家己的丈夫。基督是甲人摕礼物，你颠倒送礼物互爱人，你引诱因对逐所在来满足你的情欲。你甲一般的基督无相款，毋是人来找你行淫，是你去找人。你无收人的钱，颠倒倒贴。你甲其他的基督颠倒并。你这个淫妇也有杀灵，就听上主的话。至悬的上主讲：你放纵情欲，为爱人露恨你的下体，甲因行淫，搁杀家己的儿女做祭物，献互通厌恶的偶像。所以，我要甲你所有的爱人，无论是你介意的，还是讨厌的，对逐所在调集来攻击你。我要伫因的面前甲你脱光光，互因甲你规身躯看了了。我要审判你，亲像审判行淫甲杀人的查某人。我要伫大生气甲怨妒中甲你刑罚，甲你处死。我要将你交伫因的手，因要拆毁你的回楼，拆毁你的悬台，剥你的衫，抢你的珠宝，互你赤身裸体。因要带军将来攻击你，用石头甲你钉死，用刀剑甲你剁碎。因要放火烧你的厝，伫真侪妇女的面前甲你刑罚。我无要互你搁做妓女，了钱倒贴爱人，安尼我的大生气才会消，我的怨妒才会煞，我才会平静，无搁生气。你袂记得细汉的时我安怎对待你，颠倒做这个事惹我生气，所以我要照你所做报应你。你已经做遐侪可恶的事，是安怎要搁行淫？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讲：老人要用俗语甲你比上，一定会讲有其母必有其女。你真正甲你的老母相款，气使家己的丈夫甲囝儿，你嘛甲你的姊妹相款，气使家己的丈夫甲囝儿。你的老母是赫人，你的老爸是阿摩利人，你的大姊是撒玛利亚，伊甲伊的查某囝住伫你的北边。你的小妹是索多玛，伊甲伊的查某囝住伫你的南边。你就因的所做通厌恶的事，毋若安尼，无偌久，你伫逐方面拢比因搁较歹。至悬的上主搁讲：我记我的性命立誓，你的小妹索多玛
甲伊的查某囝无做你甲你的查某囝所做的歹事。看咧，你的小妹索多玛会做是安尼，伊甲伊的查某囝会做是骄傲，就是因食米充足，安稳过好日子，毋过无照顾困苦甲善食的人，因骄傲做我看做厌恶的事，所以我甲因消灭。这项事你已经知。撒玛利亚犯的罪较无你的一半，你所做可恨的事比因搁较侪，你所做可恨的事煞互你的姊妹比你较正直。你既然为着你的姊妹辩护，但你着承担家己的见效，因为你犯的罪比因搁较可恨，煞互因比你较正直。但你着知通见效，因为你互你的姊妹看起来比你好真多。上主对耶路撒冷讲：我要互索多玛甲撒玛利亚以及因的查某囝对受掠的地倒转来，嘛要互你甲因做伙倒转来。安尼，你才会晓因为所受的侮辱来感觉见笑，互你的姊妹得到安慰。索多玛甲撒玛利亚以及因的查某囝要恢复早前的盛况，你甲你的查某囝嘛一定会安尼。伫你车赢罪恶还未显露的时，你敢毋是捌体笑索多玛？答，你要互以东人、非利士人甲周围怨恨你的人甲你踢笑，你要为着家己的淫乱甲所做可恶的事受报应。上主安尼宣布。至悬的上主讲：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，因为你违背对我咒誓的话，废除甲我立的约。虽然是安尼，我要记牢我伫你少年的时甲你立的约，搁建立伊诚做永远的约。你接纳你的大姊小妹的时，要想起你以前所做的一切来感觉见笑。虽然我无安尼甲你约定，我要甲因交互你，做你的查某囝。我要建立我甲你立的约，你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赦免你所犯一切的罪过，互你为记得这的事来感觉见笑，毋敢搁开嘴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咱今仔读圣经节伫以西结书第12章到第16章。